好，来继续来看这个新冠病毒的预防社，指挥中心暗算要开放予民众开钱落注。也毋过专家认为，这个政府开百姓纳税钱所采买这个疫苗，民众想要做，竟然爱搁开钱，这等于是甲一只牛剥两张皮，真无合理。专家建议应该开放予厂商引进着疫苗，予民众开钱来选择着家己想要做的这个疫苗的牌子。 安尼较袂有争议。做疫苗对抗新冠病毒，未来想要出国，别拢爱做。即摆国内30万剂 AZ 疫苗，分别伫咧5月底和6月19第9期。不过即摆刚做24000剂，指挥中心计划会开放予民众自费来做。不过嘛引起质疑，政府开公家钱买着疫苗，所以民众家己开钱来做，安尼敢对？疫苗这个领域呢，如果是自费市场，大部分是由厂商来操作，因为政府操作以后。 就会面临到说这个成本其实是来自于全民，啊，那你用这个来操作自费市场，就会有一些实务上跟法律上的一些争议了。全面开放不要钱的话，那应该就没有问题啊。专家推测，指挥中心将可能根据传染病防治法，对入境出国的人相关检疫药啊，会当征收费用来向民众收疫苗的费用。不过专家讲，这无适合用。那它规定的是在检疫，而不在防疫。 我们的检疫是在关口，对关口对旅客做的任何的行为，主管机关都可以向他收取费用。但是，如果对于在国境内的人民，我们在做防疫工作的时候，防疫工作这是政府的责任。大部分的国家，亲像以色列、英国、美国，拢有公费疫苗予民众来做。敢有少数第三世界国家，亲像印尼，无予民众来做免钱的。国内想要开放自费疫苗，安怎收费？指挥中心还阁伫咧想，不过还未开放，就予大家讨论甲热噗噗。